来看最近这几档哦，山鸟市乌白伫国有林地偷测查的案件是减少真侪哦。除了加重处罚咯，科技素质嘛是真重要。咱嘛做伙来了解。 顶区树仔线发伫偏远山区，暗过因为离巡权早年偷窃事件真多。在当避南地家村长林庆霞指出，早年常常拄到山鸟鼠，阁被开清警告。这2年牛场无继续变歹，偷窃行迹也变重，甲部落族人造成巡护队山鸟鼠即马变少了。我跟台东分署合作16年了。 我协助他们破案将近30件。公部门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熟悉那个环境、熟悉那个地形啊。李嘉玲到这2年是没有再发生了。村长表示，固定巡逻，暗过巡护的评论无方便公开。暗过山内范围真大，虽然有政府津贴，暗过也是希望提悬。在南庄窑山内巡护队。 中路表示，虽然无执法公权力，暗过透过通报组织非法，族人也亲切熟悉传统领域。 让我们的孩子呢，能够真正因为这样的巡护而开始认识自己。为什么我是山下族？我想山林巡护它绝非是单纯的就是巡护而已。林保署表示，组织偷窃应该是有风发生。甲去年已经有91个社区参加巡护，也和国有林地偷窃案件为102年的290件降到113年的58件。我们有一个赖的山老鼠雷达站，这个目前为止提供了我们多非常重要的盗伐的即时资讯。 是3人咧做山鸟鼠的，台北大学教授陈松环分析，偷窃的人住的所在甲犯罪地点直线距离的中会所只有20公里，代表有地缘关系。会犯案甲偏向经济就业家庭甚至毒品有无共款程度影响，所以要阻止偷窃树仔，改善偏向经济条件也是重点之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